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龚恰恰。全世界华人朋友吼，共同来收看咱在中起这个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界好看的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咱大家好主编彭恰恰我本人。当然咧，特别感谢咱的台语文专家陈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收看人数一直涨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，这是我上大的快乐。今日唱声完全无共款。好嘞，今日两对马孙啊来到咱现场。咱希望呢，这个要自我介绍，一般拢家己自我介绍了，所以今日有较困难。所以呢，孙啊介绍阿嬷，阿嬷介绍孙啊。我来介绍阮阿嬷，阮阿嬷看起来做少年，啊，毋过做无简单的，因为吼，伊一个人车养7个。吼，囡仔大汉。是的，阿嬷生7个哦。嘿，我看伊才生9个。生9个。有人送人啦，嘿。啊，无迄落款吼，红报事性落来当着嘛，唔知影咱的囝。对啦，较早生活较艰苦啦，啊，不过拢查某的，这是伊厉害的所在。安怎生拢生着查某？生2个查甫的无起来。无起来落来，佫生7个查某，毋是爱生查甫的。我若想讲生查甫，若种着阮头的，安尼我就。安尼头的莫佫讲来，我吼，大概出去拢讲因头的爱花啦。安怎阿嬷一个人去工厂做代志吼，已经每一个人通家啊拢知啊，所以跋筊无好啦，嘿，痛苦的。记着跋筊的翁，米当个人叮当有必要。哎呀，对啊，你来知。咱讲的呢，当你就。较早阮翁哦，阿米啦。喂，啊，我选举的时阵，阿嬷佫一个人坐公车派我的名纸。去拜票哈，去替我一个人去分去拜票，去请拜票，拜到佫到家着，伊佫亲亲转去阮家甲讲为要紧无，我讲无要紧。伊一个人透早来我拢唔知影，啊结果去庙的去互告家，啊我去市场人家甲我讲，哎恁阿嬷拄仔有来去互告家，我才知影，阿嬷嘛无甲我讲。这招孙啊乖无？有真乖，真友好，哎呀，足乖足友好。我的孙拢足乖足友好，啊，大家拢真牛吼，拢足牛足拍拼趁钱啊。我做了有吼有目标，做了真较早艰苦有目标，今日孙拢友好。得到回报啦吼，一月日摕偌济互你？像伊哦，提钱吼，我拢袂甲因提，伊过年包红包互我，啊我红包我爱甲收，伊叫我就爱收安尼啦。红包我若唔甲收，伊叫我就爱收。是安伊提钱互你，你无爱甲收是安？嘿啊。啊，我唔免遐侪钱啊，我家己。重要时段是爱咱陪伊去佚佗，陪伊去食饭较重要。以后你先转互我。我惊你去拄小人。啊，未请到你的名叫做大名叫做。我叫定律啫。定路。定律。哦，2字尔就啊有迄个。啊，他阮他生就对啦，定律。嘿。几岁敢会使讲？几岁啊？今年都8十。看起来做少年。少年呢，少年呢，皮肤足水的呢，笑眯眯呢。哎呦，我64看我敢恁哥哥咧。无影啦，你家己莫安尼，你吼就感觉我会小弟了。后来咱过去代志甲帮我袂记啦吼。啊，阮查某囝嘛讲，啊母啊，你即摆吼唔免烦恼，我讲过去的代志，互阮查某囝听，伊讲啊母啊，你过去的代志莫主要是伊要讲阿公有爱博。
我就讲伊，我讲我吼，实在若要跳水自杀，就想着讲恁这阵查某囝吼，我若死吼，恁老爸也无责任嘛，恁就去做老师啦。啊，我家己讲好阿妈要开讲无？要讲较一早吼，艰苦吼，这顿米食落。后顿无米通煮，啊，要共虾米吼，伊讲米钱欠遮济啊吼，身体来行，要写再搁写。哈，嘿，伊钱无行，伊唔写，伊讲吼，你欠我300吼，迄阵啊，300块米钱无唔互我写，唔互我写一个找无1块银通订米，啊尾啊去吼，去尾啊共添放衫，添手工去甲迄个借钱借2块来订米，煮互我囝食。共添衫一领这1角银尔，一领1角尔嘞。天大，因为一领才8角尔。我一暝拢天光，天到安尼爱困，枕插落安尼，目屎搁恁过，讲那遮歹命，那安尼生，嫁到一个翁来遮歹命。阿嬷讲早这台湾妇女的精神。阿妈才讲1年啦，过去这款。我跟你就大礼拜拢来，好不好？大礼拜拢来固定坐这位。你若爱笑，讲这阿妈遐上班爱讲话。对啦，我换迄边坐啦吼，我来迄边坐。好，你辛苦呀。歹势，去等下句。歹势，你带恁姐来啊？系啊，这碗姊啊，这碗大姊。哎呀，这少年呢。当一句今仔要讲的这句话叫做什么？哇，你足厉害，各种的造型啊呢。无啦，今仔较正常啦，本人来遮。有，你两个拢来读册啊？是呐？哎，这是我的册，这我的第一本册叫做《我娘》，我娘，那是我娘，我娘。啊，那你娘不？这是写恁妈妈的故事。妈妈的哦，写妈妈的故事。我细汉时阵甲妈妈的故事，啊，这本册内底嘛有写我甲阿妈的故事。拄啊，迄个家族啊，因阿嬷80岁，恁阿嬷几岁35岁。差不多30差不多10几岁就生哦。是35年出的。恁两个小倒并者啦。来，你先介绍恁阿嬷来向观众朋友介绍。好，这是阮阿嬷，伊即马有一个金纸店，伊即马搁咧开。啊，自我出世知影，就是阿嬷拢开迄个金纸店，伊做到做代志的。啊，细汉时阵常常拢互我阿嬷带，我会帮伊做生理，嘿，啊，伊做激情的。逐摆吼，迄金纸店的生理啊，最好的时阵，人伤济啊，我伫遐斗3工，阿嬷就会嫌我定位，伊就会讲，有你阿嬷伫遐定位啦，我就会，我就会伤心啊，我就会走去2楼看电话，我妈妈讲，妈妈，我想要转去，我把我阿嬷带，就是足骨力的、足厉害的一个女性。是，啊，你跟阿嬷生活偌久的时间？哦，伊啊，足侪年的呢，足侪年，系啊，就是阿嬷囝，你因为我妈妈的头毛店嘛都无用的，啊有时阵放假的时阵，放长假的时阵，我都会互阿嬷。你妈妈的头毛店是啥物件？我妈妈的头毛店，头毛店做头毛的。哦，阿嬷卖金纸。嘿，哦，所以你跟阿嬷自细就感情深厚。我嘛会困做伙。哟，阿公囝呐？阿公困隔壁阿公啊，阿公嘛伫外口，阿公厉害，阿公厉害。哦，歹势，所以恁两无生到8个啦吼。无啦。了解，拄也是你介绍恁阿嬷嘛，即摆请咱这个骄傲啊女士哦，介绍恁孙来。阮孙哦，自细汉因老母就生就来遐我看过来啊，我顾店。我迄阵搁加写甘蔗，啊，伊拢，阮查囝拢困楼顶，啊，我就爱倒楼骹煮咧，吼，啊，较紧芳起了食，啊，搁外口我拢店面拢摆甘蔗，我就搁写咧，搁摆伫遐，足无用诶，细汉就足无用，爬来爬去，撞来对，撞来撞去。啊，这个孙你有满意无？这个孙有啦。真满意，伊就是今仔日有安尼只熬，我才有通来食，来食到放狗落影，了，才有通来食到放狗落影安尼。好啦，这个囡仔自细有啥物，互你较袂惯势，想要甲讲的迄种？较会去甲我搬衫裤要穿。讲出来啊！什么意思？衫裤来穿，较会去甲
拄底变我的衫要穿啦。因为阿嬷的洋装都水耶，啊，查囝嘛共款，嘿啊阮细查囝细汉嘛共款，拢会去甲大家拢想要甲你共款。我拢趁伊老喺做生意，我就走去二楼穿个衫。谢谢。有当时啊，要想要学大人安尼吼。有啦，啊穿咧，啊都长长，啊都啊海啊。系啊，无要穿阿公的哦，拢穿阿嬷的。嘿，今仔充满安尼真温馨的感觉，真温暖的感觉吼。来，恁这对我拄啊减请教一个问题吼。来，你甲阿嬷斗阵安尼，互你上感动，还是互你上介无都放袂记有什么代志？因为细汉阮阿嬷实际迄当时啊无哈即马发展遮好，啊迄当时去阿嬷厝的是很像三合院，啊边啊佫有竹林，啊阮佫有离溪边洗衫，遐实际较早有一个大沟啊，吼啊后壁有竹林嘛，啊咱佫离迄三合院头前食面啊，看天顶的星星，去阿嬷兜做传统，啊毋过即马完全拢无共款，变化做大。拢起厝吼，迄溪啊嘛无去啊，啥物拢无。啊，毋过甲实际的人开讲，讲到这因拢有印象，讲哦，较早遐有一个溪啊安怎的。所以你的囡仔时代其实是幸福的。嘿，有就是有阿嬷有甲阮传对过。阿嬷互你上介难忘的代志。细汉时阵，因为阿嬷的厝遐隔壁是一间最大间的庙，啊，有时阵若有节日的时阵，拢有一寡表演。歌戏啊，是啥物啊？暗拢会带我去看。啊，有一摆足侪人诶，我拢无法度去上头前看戏。阿嬷直接甲我抬起，直接甲我按起来，然后走去头前。啊，伊一直按，我就为着要互我看戏。啊，有一摆伊佫跋倒。啊，我迄时阵就心痛，佮阿嬷佫跋倒。哎呦，这个代志我一直你伤重啊！会记哩。嘿，我就有重啊。甲你举咧金架头安尼对。系啊，我迄时阵已经做大汉啊，幼稚园的时阵。所以为着孙啦吼，啊拢会冲会拼。我两个孙较有细汉我顾的时，拢饲只胖。嘿，当作贵。大家拢讲你来遐搞饲，巴肚枵就讲，大家都足高水。嘿，巴肚枵就讲，灶骹都有饭，会把所食就好啊，啊，规工一直食，一直食。这阿嬷拢是疼孙的人，对，两个阿嬷今仔日来，拢这个台语拢写叫。对哦。但是现在要来考验吼，应该是考袂到啦吼。咱要来考验讲这个有动物。咱的生活用品当中有动物的名伫内底，听有意思无？动物有听。因为你才开头，了，迄边才知影讲这是啥物件。我想到。来，老师大家先卡起来，有动物名的东西啦。我讲刷鱼夹吧，鲨鱼夹。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。我讲马桶。啊，怎意思哈？我说动物有关的生活用品。马桶，就是。马桶有啊，有买什么？还是讲什么？有动物的物件。你讲迄蠓啊，什么？蠓啊啦，蠓豆啦。蠓豆，蠓豆蚊帐来。我说动物的用品呐。我也要讲哦。啊，你们讲哦。水龙头。水稻啊，水龙头，水豆头，主要先讲水龙头诶。水豆头，哎，我懂不啦脸啊，水龙头，华语叫水龙头，对啊，但是台语是水稻头。水龙头，你听到就怪怪的。我觉得你念起来怪怪啊，你应该怪怪的。来，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。鸟鼠鸭吧。鸟鼠鸭吧，鸟鼠的。啊，话讲那个鸟鼠片啊，话讲鸟鼠片啊，鸟鼠片啊，做咩鸟鼠的？来，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。我讲鸡毛沁。鸡毛沁。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。我讲铁马。卡拉车加铁马。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。我讲蠓啊香啊。蠓啊香。你想看回我家来？我无。你安住蠓啊香。哎，我说生活的用品。我讲高人啊。高人啊，地狗啊。系啊。高人啊。高人嘛。高人啊，会使啊。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。
我讲胶囊啊，我咧胶撇啊咧，喂，有啦，胶囊嘛有啦，胶囊啊，迄是看迄手的呢，系但你生手拢会讲出来。哎，阿嬷来讲一来，沙卡贝，三卡贝，茶咖啡就是一种迄个脚架。你想的三脚架一个三卡贝，一个沙卡贝，茶咖啡。沙卡贝，啊，茶咖啡来。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，牛车敢是生活用品？较早的生活用品呐，嘿，古早时代要去载牛啊，爱用牛车。对啦，对啊，载迄丢啊，屁杯拢会使生活用品啊，有家嘛是啊。来，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，爱按我着你。鸡蛋啊，鸡鸡蛋，我说生活用品呐，我讲网速啦，网速啦，种啊，夜网速啦，行稳定。系啊，就亲像迄道士安西公安输的，哦，这个网输啦，对啊，迄个佛尘嘛，那是网速啦嘛。来，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，我讲水灵的车，咱们水灵车、水灵车，救火车、拍火车啦，顶管水水的，要救火，迄叫做水灵车，这算生活用迄品嘛嘛，无算啊，哦，无算啊，迄无算用品啊。对啊，无就无钱你会招厝哦。囡仔咧耍，啊，恁囡仔说骑公车，骑公车，迄学行路骑公车，哦，压公车会使啦，囡仔伊你坐你这内底，学行路迄种，嘿，迄叫压公车，嘛当叫加脚踏车。加加加车，加脚车。加加车。来，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，我讲蚊仔水，伊伫网过来变啊！我网啊香，什么网啊水？蚊仔水啊！来，过一连啊！来边啊吼，甲你细节说注意了哦。来，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，我讲牛仔裤，牛仔裤，穿牛仔裤，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，我讲木鱼，木鱼，伊拢做爱念经的。木鱼，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，鱼钓啊，鱼钓啊，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，羊毛衫，羊毛衫、放蛇衫，不过是羊毛做的羊毛衫。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，野鱼啊，野鱼啊，野鱼啊，较早啦，希望啦，你就讲希望就好啦。希望啊，较早有咧野鱼啊，野鱼啊，嘿，较早有咧野鱼啊，即摆少年人较无看到啊啦，较无咧看的。买毛生啦，较大的生活。来，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，我讲鸡龟啊，鸡龟啊，哦，这问题来了哦。哎，这嘛鸡龟啊，会使啦你见要甲鸡只鸡，读到一只鸡的意思对对。对，分鸡龟是吹牛，啊那鸡龟啊是气球。是气球，啊，但伊是要讲国较短，迄鸡是鸡吗？对啊，鸡。哎呦，鸡啊，真的？本来就为遐来。哎，系啊，就是为鸡龟来的。哎，想做啊？我你的主持。无啦，阮逐工一句加过啦。对呢，鸡龟现在是一个鸡哦。对啊，哦，大家学到好。来，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。我讲拍胶无啊，啊，对没？拍胶布。我说动物的生活用品呐，我讲乌点盖，蝴蝶结。蝴蝶结啊，这样哎呀，蝴蝶结。有个老婆拢讲九九呢，就因为这个囡仔甲一个九九外高追的。我讲文音文言的，乌点解？对。好，咱来进行俗语讲了好。喂，阿嬷，你今仔日带我来遮是要创啥？要相亲哦？哎呦！啊，你毋是拢常常讲阿公安尼啊，爱搬安怎查甫人袂使信任啊，哥要讲要甲我相亲，敢有好诶？啊啦，你目睭爬较金，然后好诶，你就去选安尼。哦，啊，你较早是无爬好紧的。嘿啊，我较早爬好金，才会选到恁阿公。无遐侪人唔选去选到你。安尼我敢会使信任你？你目睭敢有好？啊，你等一下爱替我看呢。你家己看，我看袂准。啊，你有敢媒人无约好啊？哦，每人无厉害。
哎呦，嘿，来，我你等。已经来啊！歹势啦，姊啊，啊就拄则去用三摊啊，结果我助你两个呢，哇，迄三对个拢看好势，随迄呢，随好势，唔系随是洞房，你知唔知？哦，遮搞，妈你倒位找这遮搞？啊，这男，这个遮网搞，络吹啦，网络吹，人介绍的啦，人介绍。放心啦，今仔这查甫一定特懂。哎对啊。哎时间得。到未到，无搁等一下啦吼。来。啊，工人到，来，哎呦，开一班啦，来，这车来，没人播呀。嘿啦，哦，幼莲，你若看有介意的，你就爱互我暗号啦。好，阿妈我知，我甲你讲，等下我若是有介意吼，我就吼。甲迄豆油啊，规杯拢安尼点落。哦。啊，若无介意哦，我就食蒜头。哦。安尼你就知。迄拢咸搁咸了。嘿，对。拢传好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嘿。有。安尼。感谢。安尼相逢哦，算讲安尼，大家安尼。这位是，哎呦，我是你的妹妹，你有个是我啦。你妹妹，喂妹妹，对啊，今日是我，啊你是啥？我人肉提词机啊。哦，无啦，今日是阮哥哥吼第1摆相亲呐。第100摆的相亲，歹势，第100摆的相亲。我今日甲用体会啊，所以我来遮替伊看一下啦。嘿啦。啊，你相逢要见面啦吼，啊无安尼啦吼。甲恁查某孙啊，小介绍一下安尼，互相小介绍一下。安尼，阮查某孙仔是为什么优点啦？你爱讲这侪优点，讲袂清楚，伤济啊。伤济袂晓讲哈，哎呀，优点伤济个袂晓讲。唱歌好听啦。好啦，阮查某孙仔是咧为百姓服务的啦，啊是你就是想讲你的邮票就对啊，要安怎介绍叫人要投互我安尼啦。嘿啊，若去拜拜人讲，拢讲啊，恁孙食到啊，真贤讲话，搁真贤。做代志安尼呀，捏把冷汗。就恁这边介绍，这找咱这边。我介绍者，嘿，阿妈给我介绍者。哦，阮这是阮查甫孙啦，阮幼年啦，哦，啊是细汉就足乖巧啦，哦，啊嘛足友好啦，哦，啊阿嬷吼。做艺人啊，即马做艺人啦，嘿啦，啊我今仔日才有通来遮甲恁见面啦，哦，啊会晓唱歌无？会啦，唱歌，会晓唱歌，啊搁逐工一句台语意思，做节目，厉害。节目，啊，你希望你孙婿啊，你希望伊嫁一个什么款的查甫人？伊哦，伊若介意乖巧就好啊，安尼啦，乖巧就好，不然趁钱安尼就好啊。趁钱最重要的缘投更重要。缘投唔免重要。较早讲就是看到伊缘投，结果吼，唔免缘投啦，不然趁钱就好啊。啊，袂使跋筊。有责任嘛。哎，啊，袂使跋筊。会顾某囝就好啊。甲阿公拢倒病迄款。嘿啦。安尼这代志真严重，过去我这个代志，恁这边希望啊，得到什么款的孙媳妇啊？乖巧，乖巧，嘿，乖巧友好，哦，友好就对。啊，个嘿对，啊个爱团干啊孙，即嘛，即嘛囡仔足少嘿，对。可能袂生啊呢，年纪都大个咧。哦，呢哦，对啦，我你要真少年，我你要真水咧，应该真高生啦。对啦，要真少岁，看起来要真少岁。我跟你做过病的啦。安尼双方看起来安尼吼，安尼敢若真欢喜安尼吼，甜甜甜啊，条件拢差不多吼，啊，但是吼。嘛，两个爱有相当的速配啦，吼，是啦，唔知能够什么款的专长无呢？专长，我是做这啦，我有教师证。等下，我嘛有，我有律师证。安尼，哎呦，安尼我有理化委员证。我有医师证。安尼我有机车驾照。机车驾照，上门，我嘛有汽车驾照。这个。哦，啊，恁两位安尼双方的实力吼，拢非常的好啦吼，什么照、什么证、什么拢有吼，以后生活一定拢无啥问题啦吼。啊，若要叫我做媒人做遮久的这个经验吼，我咧看，
今仔日归去就恁这看起来足速配咧吼，上去东风啦，安尼袂使，伤紧啊。伤紧啊！我还未决定，阿嬷，你感觉这个好无？啊，阿嬷，你看这个好无？啊你若介意就好啊。安尼哦，我去摕一个茶咧。哎呀，你若介阿嬷，我去摕茶。哎呦，很像无菜啦，啊碎碎一个查囡仔安尼卡摆卡呢。应该是一个灯色啦。摆卡不要紧啊！你看你看咱跳舞了无？哎呀，我也感觉哦，恰恰哦。阿嬷，你敢会使？哎呀，迄不要紧啦，厝内面红啊，无敢咧跳探戈咧，偌好咧。阿妈我跳舞袂歹。安这边啊呐？阿妈，阮头拄有讲我拍暗号。对。哦，吼，你等我一个来，我是感觉讲吼，即摆互你看一个吼，我来选择一个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吼。真的，我真正系啉落去。无啦，啉两喙就好啊，啉两喙，阿妈讲啉两喙就好啊。嘿啦，意思淡一个就好，唔通啉啊济。哦，你兰做会啉啊？喂，懒做会懒做会不是懒做会，好啦，我决定啊啦。你决定啊哈。看来看去啊，手去别人较介意。哦，这是导游啦。我啉啦。那是真的嘞。好啦，两个人安尼吼，这年啊速配吼，安尼赶紧来去东房吼。但是去东房进前啊，两句俗语我大家要一下啦吼。第一句叫做“光东目镜”，第二句叫做“平湖加水”。哦，加水应该是种动物啦吼，老师。鸟啊，鸟啊，一种鸟，平湖加水。到底是光东目镜还是平湖加水呢？来，要第一句的请举手。无人要第一句。我知。哦，两位来，你两个人肉提出去了。两个要光东目镜，是安怎？因为广东人吼真厉害，会当做出一个医生的。啊，广东目镜表示医生挂目镜，表示看甲做详细。我听不你讲啥。你是这个意思？唔是，不是吼，你不会啊？无，因为这两句我拢袂晓，所以有一个。我有诶。好来，你要光东目镜，这边叫做平湖加水。平湖加水是安怎？因为这感觉这两个鸟啊，可能是如胶似漆，嘿，感觉就是间谍情深迄款的感觉。所以你个想做鸳鸯的感觉。嘿，鸳鸳甲鸯，鸯加水是不是两种？我是唔知影。对啊，应该。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嘛是感觉迄加水有一种情涉和鸣的感觉。这两句大家拢有啥啥？来，老师麻烦解答一下。依照清朝的时阵哦，进口的物件拢是为广东入来，所以若要臭美讲我的物件是进口货，所以讲广东目镜，啊，为讲水晶目镜。啊，其实若目镜，我感觉这物件不一定讲一定要进口啦，有效用无？你有介意无？这个是重点。所以广东目镜后壁是讲在人下目，有看你有合用无？啊，另外是讲广东目镜在人假目，看你有介意无？其实哦，重点拢在倒位。广东目镜在人用啦，少年的欢喜就好，老的无意见，是这种意思。啊，另外偏加水哦，加水话更较无熟悉啦，加水加就是放假。放假伊只吼甲粉鸟做相共，过只有种挂珠啊，那挂一个破链伫遐。哦，所以有时人滚生气吼，若要等到阮某出门，就要等到放假好。因为放假好是啥？放假叫声是咕咕咕，所以要等到阮某出门，就要等到。咕咕咕，啊，毋过放假甲粉鸟啊，看起来足相共，不离个吼，粉鸟放出去，佫会飞倒转来。啊，若放假放出去，就做去啊。所以讲平湖加水吼，无义，无采你个家饲，毋过你甲放，伊就走去啊，一去无回头，船过水无痕。所以若照安尼看起来，应该是讲，其实吼，两个老大拢尊重少年的意思啦。所以少年的欢喜就好，老的无意见，所以应该是广东目镜。对，免欢喜啦吼。对嘛，就欢喜耶。伊是用摇的啦吼，但是毋管咱了解这两句，咱毋捌看过，真趣味，来拍拍鼓励。这首是徐德尧所写的，叫做《爱金》。
爱金，系迄个幼人，恁阿嬷几岁嫁人20啦， ？20吼。哎呦，啊，你啊咧？阿媽，你幾歲結婚？我17歲結婚，啊18歲生因老母。安尼哦，18歲就生阮老母。係啊，難怪阮老母嘛早早生我，23歲生我。啊因老母台北商專畢業爾吼，讀台北商專畢業無趁錢哦，因老爸丟到南投去，丟到南投去啊，就畢業就嫁啊。較早阮頭咧開表仔店，啊伊就你幾歲結婚？你甲咱鬥什麼代志？我抬杠姐，我抬杠姐。哇，好恐怖誒！你好啊你，我想要传土大甲米酒来个。要变好，阮变好朋友啊。两位阿嬷讲袂晓看字嘛吼。哈，袂曉。安尼迄个阿仁安你请来，这有押韵的哦。哎，你逐讲一句的主持人哦。你就大你逐讲一句哦。一条排筋，咱拄仔已经讲爱金。爱筋，愛緊啦， 6尺長，嗯。拍地，这敢是念拍？對阿媽。拍地對嬰對對對嬰兒的尻川，阿母骹只做面床，無囝連心才袂長，敢是？唔知，请回。好，咱请这个交流啊，吼。来啊，你代替你阿嬷啦。一條愛金，愛金啦，一條愛金6尺長，拍你囡仔的尻川，阿母的腳只偏，阿母的腳只偏做面床，某囝連心才袂長。好，拍破啊这。老师，我看这你也来一个吼，这。这里吼，罔做参考啦。这里咱是甲讲做拍拍伫脚只边。啊，那讲要这条主题应该是爱是人二边，人二边吼。一条爱紧6尺长，配伫囝儿的尻川。这配伫是啥？迄个绿配啊。泥配啊，迄种的配吼，配伫囝儿的尻川。阿母脚只做面床，阿母囝连心才袂长。哎，讲到这爱金吼，佮趣味啦吼。以前民间传说是讲吼，老母爱囝用爱金，后母爱囝用挂钉，啊，设一个黑暗屏吼。是，后母甲这老母的无共款的，安尼解啦吼。啊来，大家笑都唔免徛起来吼，来，大家做读一遍来，预备起。一條愛金6尺長，配伫囝兒的尻川，阿母腳只做面床，母囝連心才袂長。是啦，讲大家都要有效为先，感謝大家欣賞後禮拜繼續收看，為山為水為林路。